咯。意思相似，句子相似。第一題係因重如山。命運嘅中心段，第一段就寫咗佢嘅主旨啦，係嘛？啊，我哋不妨睇下點樣樣用實際行動表達孝心。成篇文就話俾你聽有咩方法咯。所以 A 就係正確答案啦，係嘛？答孔子說啊，引用說明啦，係嘛？引用說明，每逢夏日，爺爺都會到公園裏嘅邊度處下棋，陰涼處下棋。羊好懶咁樣挨喺山頭啊，佢係咩句啊？仲唔係擬人句？由於因此啊，由於報名人數遠超預期，逗號，因此主辦單位決定加開2場講座。自己黃老師叫你哋一定要圈起每句嘅開頭啊吓，組句子又好，排句成段又好，你見到嗰啲這那，佢好大機會排第一嘅吓，唔係一定，但係好大機會係呢一段嘅中心句嚟嘅，所以請你寫上句號啊，也不能少，你必須要有嘅係難度。然之後就能，因為例子都係咁樣寫就會嘅吓，嘛問號呢幾樣嘢一定要有。你處理案件時嘅態度，唔係講緊佢嘅性格啊嘛，根本方法就係講緊呢一句，就係呢一句嘅濃縮版。